为着提升咱的后备战力，新制教育调集也起过路，加强是14天，逐天训练10点钟，会加强用枪的技术，行军阁有伫野外露营、主驾等等的训练。今仔日头一批接受教育调集的后备军人，也伫桃园的路德来报道。 教调员排队报到核对身份，新制后备军人教育调集3月初5开始实施，一摆14天，互人讲是上硬斗的教调。现主时国际上拄着罗西亚侵略乌克兰的战事，袂少教调员拢认为新制教育调集会当提升台湾的后备战力。因为毕竟4个月，可能对他们来讲，可能觉得说可能要求还没有达标吧，然后就叫我们回来再做两个礼拜的这样的训练，都是学一些有用的技能啊，也应该会学一些就是野外求生技能，然后野外术之类的，对枪支的那个训练再更熟啊。新制教育调集2礼拜期间拢无休假，逐天训练10点钟，会加强前方面的训练，嘛有行军、野营、野炊等等训练。每一摆行军安排2天到4天，至少10公里以上。头一批总共400人左右，伫桃园市罗地区报道。这批教调员以防守南靠海岸做训练目标。区分为第一个阶段招员的报到以及编程，第2个阶段专长复训，第3个阶段是编制武器射击以及连以下战斗教练，第4个阶段是营的战备任务训练，第5个阶段装备保养、收缴及解招。宿营的部分我们会结合射击训练，第3个阶段编制武器射击的时候结合射击训练实施。为着防疫，除了一般酒精消毒、磅体温、挂喙암以外，嘛会伫报道的时甲1礼拜了后做快筛试验。行军野营的部分嘛，减少每个步兵的人数，保障安全。记者郭本谢桂林桃园报道。